这学校营养午餐食免钱，目前这云林县甲新竹市也拢已经宣布啊，全国6都当中呢，目前是敢若剩新北甲台南是无实施的。因为新北市是讲这经费呢是占这教育业牛尾4分之1，所以是爱斟酌来考虑，嘛还有这中央应该着爱统一的政策。因为行政院长杜荣泰伊是强调讲，其实呢这营养午餐是地方自治的事项，应该爱交予地方来负责。 营养午餐的议题伫讨论，为台北市初来宣布推出免费营养午餐了后，包括基隆、台中、高雄这县市嘛先后实施。初八暗时啊，有云林县甲新竹市表示会抽出资源来推动。如果说免费的话，我怕会。就是他们压低那个价钱，反而小朋友吃不好。政府帮我们付一点，然后我们家长也付一点，然后小朋友吃好一点，这样子。样样都涨啊！两个父母都上班也是赚不够，当然是尽量政府能补贴，能那个是最好。家长真有感觉，估计免费营养午餐每个月当先花要1000，不过全台22县市到目前有17县市实施，只不过伫轄市还有新北、台南等地偏高。尤其占了我们的业务费是占到1/4，所以面对一年的经费46亿，在整个教育预算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新北市目前教育经费甲学生数拢是全国第一济，免费营养午餐预估经费需求达到46亿，惊会摆脱其他市政经费的可能。呼吁中央应该要有统一性的政策。还有能力补助地方营养午餐。 地方事项，我们希望地方做得好。行政院是讲，新版的财委法地属各县市会差真济，修法大幅度削减中央的财政。中央政府今年预测负债3000亿，无钱也会当协助地方。中央和地方应该是伙伴关系，所以地方政府的意见，中央政府应该要听进去。各方的意见差真济，地方立委嘛呼吁，无论营养午餐财源为倒来，午餐的品质食安这才是重点，才会当互囡仔食得健康佮安心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